為什麼說父愛則無情，父懶則無苦呢？網絡文章。弘一法師話，為何有一啲家庭越嚟越好，而有一啲家庭越嚟越衰呢？大部分嘅人以為係因為母親，其實唔係。俗語話家和萬事興，但係有邊個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前三句呢？又有邊個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後三句係乜嘢呢？嗱，前三句係咁嘅：父愛則母靜，母靜則子安，子安則家和，家和萬事興。後邊嗰三句咧就有少少殘酷嘅，但係佢係好真實嘅。佢係咁講嘅：父懶則母苦，呢個苦咧係痛苦嘅苦吓。父親懶啦，阿媽就痛苦啦。母苦則子懼，懼就係害怕啦。子懼則家衰。你有冇發覺啊？無論前三句抑或後三句，都係以父親嘅好與及不好作為開始嘅。夫妻，夫在前，妻在後。先有丈夫嘅護妻之意，先至有妻子嘅顧家之情。喺一個家裏邊，父親有咗擔當，愛妻愛子，先至會有母親內心嘅平靜。其實孩子嘅命運早喺媽媽選擇爸爸嘅時候就已經決定咗噶啦。正所謂幸福的孩子一生被童年治癒，不幸的孩子卻用一生治癒童年。父親是天，高瞻遠矚，確定這個家庭的高度。母親是地，溫柔包容，決定這個家庭的溫度。兩者相輔相成，相得益彰，就係一個家最好嘅風水咯。以下係一段非常之通透嘅說話：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窮也好，富也好，最後一切都只不過是過眼雲煙。人活一輩子，有人說你優秀，有人說你不過如此，有人說你實在，有人說你虛偽。喺呢個世界上，你係唔可能令到所有人都滿意，亦都唔可能令人一直都滿意。無愧於心，不畏於行，心若陽光，世界靜好。在變老的路上，善待自己。人生不容易，且行且珍惜。人呢一輩子就係一個過程，冇乜嘢係永恆不變嘅。人生總係得失無常。再美好嘅東西都唔可能一直擁有，再痛苦嘅東西亦都終將離你而去嘅。弘一法師講過，人生猶如西山日，富貴終如草上霜。冇錯，人生只不過係路過，冇乜嘢唔可以放下噶。人生只不過係一場一場得失之後漸行漸遠嘅過程。你執着嘅感情同埋名利，只不過係自我意識嘅幻影，猶如黃粱一夢。當夢醒嘅時候，一切空空如也。每一個人嘅成長經歷都唔同，人生路上選擇亦都唔同，造就咗每一個人不一樣的人生。窮有窮嘅活法，富有富嘅生活。無論你嘅生活過成點，只要能夠活成自己想要嘅生活，咁就好啦。無論你過得點樣，都會有人說三道四嘅。有人話你好，有人會話你壞。一人難稱百人心，百人難如一人意。每一個人都係站喺自己嘅角度去看待呢一個世界。別人話你好，你未必好；別人話你唔好，你又未必真係唔好。只係大家站喺個唔同嘅角度去睇。人活一輩子就係要努力讓自己無愧於心。凡事只要無愧於心，就不必太過在意別人嘅評價。你需要做嘅就係要做一個真實嘅自己。人活着就係一個心態，心態好，一切都好。心若向陽，無謂悲傷；人若向暖，清風隨來。對自己好啲，
一輩子不長，對身邊嘅人好啲，因為我哋根本唔知道仲會唔會有下一輩子。人生不易，冷暖自知，餘生不長，好好善待自己，做一個簡單嘅人，少啲同人糾纏，多啲睇下大自然。往後嘅日子，唯願身心健康，至於其他嘅隨緣就好啦。楊絳先生話，你可能在一個人的面前一文不值，卻在另外一個人面前你是無價之寶。做你自己，愛你的人自然愛你，謹記自己的價值所在。呢個就係人活着嘅道理啦。喺呢個世界上，就係有人唔中意食芫茜，唔中意飲奶茶嘅，又覺得玩遊戲好無聊嘅。所以如果有人唔喜歡你，好正常噶。咁並唔係話你呢個人非常之糟糕，而係因為別人嘅喜歡同你嘅優秀冇關係啊嘛。愛惜你的人見到的都是優點，不喜歡你的人百般也討厭。有人嫌你唔夠好，亦都有人覺得你樣樣都好。我哋唔需要黏起腳尖，愛你嘅人自然佢會彎低腰噶。認為你好嘅人，你只要企喺嗰度，你就已經樣樣都好噶啦。而對你有偏見嘅人，即使你匿埋啊，佢都會揾你出嚟批評你。不是你不好，是他不好，帶着本來就不公平的偏見來批判你。我哋做自己就好啦。愛你嘅人唔需要教佢，唔愛你嘅人講乜都冇用嘅。總會有人帶住真誠嚟到靠近你，亦都會有人發現你嘅閃光點。所以我哋要同自己和解。你要相信，總會有一束光照亮你，將所有嘅例外同埋偏愛都俾你久違嘅安全感，更加令你會覺得人間仍然值得嘅。